Hello，朋友们，大家晚安。猜猜我在哪里？在一个岛上，货真价实，绝对不是别人的背景。今天下午才去拍的哈，很高兴我能够在岛上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然后一起来讨论。针对父母反对，如果父母反对交往怎么办呢？那你在交往之前是不是有去先问父母的意见呢？那如果父母不赞成，那你是怎么去处理的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也欢迎你写下来。等一下呢，跟我们的讲员还有我们的神秘嘉宾，今天有一个神秘特别来宾哈，为什么神秘呢？因为我也不认识哈，不熟这样啊。碧霞晚安，碧霞姐晚安，谢谢我们坐第一排的同学，我们一定要跟他晚安。哇，大家好，你好哈，谢谢第一排的碧霞姐。好，如果你在线上的话呢，欢迎你跟我们晚安。那我们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先请我们的师母，因为她等一下呢就会来介绍这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哦。好，对，第一排。好，那我们先请欢迎参加好今天晚上讲座，我们先请师母。好，大家好啊！我们今天在曼谷呢，天气也是黑云满布，然后就下大雨哈。然后我们这个 Esther 呢，从这个哪里回来呀？也经历这个风风雨雨啊。对，还在那个风雨中一直赶快赶，然后天色很暗，又下雨，然后很难走，爬山路，非常努力的爬回家。是，对了，所以我就说，哎呀，你们平安的回来就好了啊。好，直播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碧霞好，志明好，阿兰都好啊，我都看到你们了。好，那我们今天呢，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说一般呢，在讲谈男女朋友，应该是说重点是在讲男女朋友的事情吧，哈。但是如果说要讲谈情说爱，最终点就是要结婚。但是结婚呢，也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而且是一个两家人的事情啊，对吧？所以说两家人事情之前呢，我们都要尊重我们的父母，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圣经也叫我们说我们要孝敬我的父母。所以等于说，相对呢，我们在跟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我们要告诉父母说啊，我现在开始跟哪个人交往了啊，那我们应该也不是说报备哦，只是说让他们了解，因为父母通常是很关心我们的哈。那我们也感谢，我今天特别邀请了一个嘉宾啊，我先请他来，等一下会请他上来了哈，先保持神秘一下啊。那我先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讲些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你们说，有正面的，有负面的，然后我们要朝哪个方向去是比较理想的哈。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请很多人，我们只请一位。啊，那他是从台湾来的啊，所以我们是隔空在这个线上哈直播哈。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还记得是什么主题呢？啊，我先把我的投影片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大家还记得吧？我们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今天的主题呢，我们是讲说如何应父母反对，反对什么呢？啊，我们等一下来看了啊。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是说我们这个家庭事工呢，还有我们就是因为我是代表真爱的一个家庭事工的一个总干事哈。那同样的，我们要推动家庭健康哈，然后婚前的一个预备哈。那我们就是说当我过去在做很多的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说，如果之前没有婚前的辅导没有做好，然后甚至没有做，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在婚后再来适应、再来调试、再来认识的时候，就出现很多的状况。特别是说现在呢，很多的社会、很多的国家呢，那个离婚率呢是占到人口的39%、40%以上的哈。所以我们就更加，特别是做一些做治疗的，做一个辅导员呐、或者是做心理咨商的，甚至说这个做一个家庭讲座的一些的老师们、讲师们，他就说我们应该加强婚前的一个教育啊。然后婚前的辅导做好的话呢，婚后呢就可以不用那么多的辅导，因为婚后呢那个难题很多的哈。
那我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已经讲到第6讲了哈。所以我们说保健身体呢，预防呢胜于治疗哈。那同样我们讲说我们的身体都会需要先预防嘛哈，不要到后来再来做保健，要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保护婚姻，婚前重于婚后啊。那这是我们重点了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用了那么多，几乎10次啊，来帮助大家来认识你在婚前的时候应该准备什么哈。所以我们就说婚前多准备，那婚后呢就少疲惫。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我们前面几个讲座的话，鼓励你们再回去看一下，甚至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有放哈，所以你们都会再去温习一下看啊。那一般的一些的做家庭治疗的一些人呢，他们常回应就是连我自己的老师还有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都很同意他的说法。他说呢，社会服务呢从家庭开始，然后呢家庭服务呢从婚前着手。那婚前施工是最重要而且是最有效的家庭服务，所以我也是鼓励到以色列教会啊。那我过去呢过去1年多呢，疫情还没有开展之前呢，我也去过台湾啦、日本啦、香港啦、马来西亚啦哈，还有中国，就专门在讲婚前施工的重要性。就发觉到，因为我们很多人说我们都不晓得怎么说，就算说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很少会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圣经的原则是从家庭开始的，所以我们说婚前施工是很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家庭服务。所以呢，我自己有这个心愿，若只做一件家庭服务呢，我选择婚前施工。不是说不好，不是说比较好做，乃是说呢，帮助2个人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呢，先彼此认识是很重要的哈。那这边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婚前施工呢？婚前教育的哈，一般的人都不会讲到这个部分，但是我也希望大家有个盼望。这本书呢是叶刚豪牧师也写了一本书，叫做《张望婚姻的之旅》啊。上次有跟你们看到嘛？我们就说我们还没有对象的时候，我们要先择偶。择偶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交朋友。交朋友的时候进入到恋爱，那进入到恋爱的时候，事实上就有个婚前的教育了。我们华人讲说婚前的一个协谈吧，帮助2个人彼此先预知一下，先了解一下。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啊，婚前的性行为应该怎么预防，就是在恋爱的当中要告诉大家，婚前的不要有那个婚前性行为。这是就是我们在进入恋爱的时候要有设定界限，这是上礼拜说的哈。那等到就是说大家已经确定对方都是他要结婚的对象，那就可能是进入订婚啦。那进入订婚的时候，我们就要设计一个婚前的辅导，帮助这2个人啊，婚前辅导。那在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开始说啊，我要筹备婚礼啦，啊，怎么找谁做什么，找谁做伴郎啊、伴娘啊，找在哪里订婚宴啊，在哪里举行婚礼啊，这些都是一个的婚姻之旅。啊，准备结婚之前的一个动作哈，一个的方式，一个的程序啊。那我们就说，如果一个从一个单身，然后进入这个婚前教育，进入一个婚前辅导，再进入到一个婚前准备，最后是结婚。那如果说没有对象的话呢，当然第一个是透过联谊的活动啊，另外一个呢就透过这个择偶的服务。那择偶服务我们上期有介绍过了。国际真爱家庭协会呢，他们有这个1线牵的一个服务啊，所以呢，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也欢迎你们可以上去看一下哈。那当然，我们的主持人等一下会在后面再介绍一下网站在哪里，你怎么样去连接哈，这只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了哈。那我们来温习一下，婚前你会遇到10大难题。那我们讲了几个难题呢？第一个难题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如何绘制择偶的蓝图啊，我们都请过有些朋友弟兄姐妹上来讲他们怎么找对象。那第二个呢，如何结交异性朋友。有些人一生当中不会跟一个异性的朋友去2个人烛光晚餐，可能还不好意思跟异性谈话嘞啊，等于说怎么样结交的一些的方式我们都有讲了哈。那当然在异性，我们说男的跟女的男女不同嘛，那你有不同的差异，你的原生家庭又是怎么样哈？那我们就帮助大家怎么去克服彼此的差异，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请的几对夫妇上来，他说他们从来结婚前根本没有考虑到说信仰的问题。为什么信仰跟结婚之前这个信仰要注重呢？因为虽然是说有的人是佛教，
有些人是基督教，有些人是伊斯兰教，有人是犹太教。但是这个宗教两个不同宗教结合在一起，一定会我们说一定会相撞的。但是呢，这个信仰都会影响到婚姻的关系的，所以等于说帮助大家来认识如何面对信仰的不同啊，这是一个很重要。那这是上礼拜讲到说什么呢？如何善处越界的问题啊。我们这个说这个上次讲到这个婚前性行为的时候，一下子没想到了，一下子一两天呢就将近接触到1000多人，1200多人哈，那有600多人来观看我们这个直播的一个课题哈，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表示说那个需要在哪里哈。那当然我们这个片子不会拿下来，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给你认识的朋友，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哈。那今天呢，我们进入第六讲了，两代情节了，如何应应父母反对。那当然就是说父母同意的话就不需要讲了，对不对？那只是说有些人遇到父母反对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说不要因为父母反对就导致有一些的悲剧下场啊。大家知道那个我们常希望看那个西方的影片嘛，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是吧殉情记啊，我们不需要有走到那样的下场哈，但是我们就是帮助大家遇到父母反对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应对，你也怎么样帮助自己跟你配偶啦，就是未来的配偶，怎么样去面对呢？你们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是得当的事情哈。那在这里呢，我就要来开始请了。OK， 等一下，我就请我们这个嘉宾吧。我们呢，就请我们的嘉宾呢出现了啊，好吗？啊，来。我们的嘉宾上来了吗？好，好的，我们的嘉宾呢，我要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 Mini， 我的中文名叫张丽清，是我来自台湾。对，你是来自台湾的哈。好，那你告诉我们了，你结婚多久了呢？我结婚27年了。哇，27年了。好，那你结婚27年，那你怎么跟你先生认识的呢？你说说看。我们是在业务往来认识，他是我的客户。哦，他是你客户，那你做些什么工作呢？很特别的工作啊。我原先就是帮艺人做整体造型，那但是后来同时间我就有接一些企业团体的美姿美仪啊、教育训练啊这方面的工作。那我先生就是这个教育训练的窗口，那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这样。所以呢，你就是是做形象顾问，对，帮助演艺人员做形象顾问啊。好，那你先生就是你的客户，那也很有意思啊。那你们两个见面是一见钟情了，还是怎么样了？我们两个没有我们没有。我倒是对我公公一见钟情。你不是一见钟情，那你们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没有一见钟情，因为我出社会比较早，所以呢，看到他就觉得他很像小男生啊，不觉得这个人是，对，就是我年纪比他大嘛，他比我年轻嘛，那我就觉得他就是个很老实的人这样子。那你们两个差几岁？你大他几岁？我大他2岁。那还不是很大啦。我认识有人大了7、8岁、10几岁都有的啦。其实有一些传统的父母不太希望女生比男生大，那是现在，以前会有。对呀，现在新闻都有什么老少配啊，什么这个姐弟恋啊，都有的吧。好，那如果说那你们就是彼此认识是客户关系，那后来怎么发展成为朋友呢？其实还是客户，但是他就是也会约我去吃饭啊。聊天中就发现你有女朋友啊，你约我吃饭要干嘛？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有女朋友了。对呀，我有问他，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年纪也不是20岁呀，我都已经我那时候几岁？29岁了。我就觉得我没什么时间在那边跟你瞎货。那个
没有希望的约会就不必了。所以连要的话，约会就是朝着要结婚的方向去就对了。对，我觉得我那个年纪是这样，就是时间了这样。好，那你既然知道他女朋友，你还接受他邀请去吃饭，那到后来是怎么回事？你们开始进入男女朋友呢？你们是多长时间进入男女朋友？我们2个月就进入男女朋友，那也是蛮快的啊，2个月。因为我其实没有成为男女朋友，我就先带去给我妈妈看。哇哦，等于说你是还在做朋友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你妈妈，给你妈妈看，说这个未来可能要做你的女婿，你觉得怎么样嘛？对，其实我们都没有交往，我就是认定目标了，对我男友。对，因为是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想浪费，我就是目标导向。我因为交了一个男朋友5年，我妈妈用死跟我威胁说不能跟他结婚，他就是反对。所以呢，我其实我觉得男生对我蛮好的，可是我就是因为我妈妈反对，我就没有办法。我妈妈就说要结婚，她就要去死给我看。哇，所以我就觉得你经历过一次父母的反对，所以你大概知道，我就知道说，我是因为很逼不得已的分开，然后你现在有一个男生，我觉得这个男生是不错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妈妈会再反对，干脆先看再说，先给他看，就不要浪费时间。对，他同意了再同意了再继续交往。哇，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啊，所以你先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结果那妈妈呢，赞成吗？结果我妈妈看了他，就把我抓去房间说：“结了后，这个很好，不要再想了，可以嫁了。最好，因为他会讲台语。他会讲台，他跟你妈妈会讲台语，所以你妈妈就说看上这个可以做未来的女婿了。但是反过来呢，他有没有什么时候带你去见他父母了？他没有马上带我，他其实是好像有试图跟他妈妈说，要带人回来认识，但是他也没有马上后来我才知道说，他跟他的女朋友还没有完全分手啊。所以那时候交往2个月的时候他还没有分手，他没有分，后来是被我逼的，你一定要分手，你去分手，我就坐你旁边。你现在打电话，我还记得这个女生在对边哭了大概2小时哦。哇，哟，我好狠哦。你好狠啊！但是你先生是选择你，不是选择他，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回绝他。对，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在旁边给他压力 ，push 他，就说 no， 然后对方会说我做了什么事，我错在哪？我先生说你没有错，错在他自己，他发现也有一个更适合他当太太的人所以那时候先生是优柔寡断，所以他就没办法切掉那边的关系，然后终于被你这样子的强制性的。对，我强迫的 say goodbye， 他到现在24年过去，有时候还跟我讲说他心里很愧疚那个女生。那要去给他道歉吧。好，那这样子就说他已经跟那女孩子切掉了那个关系，那就跟你开始做男女朋友交往。对，那你们交往多久？我们见到他父母。我们就是交往了大概差不多3个月左右，就看到了他的父母。对，看到他父母，那他父母对你的看法怎么样呢？他们其实很客气，客套到让我觉得，好像很像那种叫相敬如冰块的冰，就是很客套，让你觉得好像最好不要有关系那种客套，很有礼貌。这样子。对，他有礼貌会让你觉得，怪怪的，好像，对，就很有礼貌，但是，但是我们去见的时候，其实我是跟我先生说我是要结婚的，我不要浪费时间再帮别人照顾先生了。所以你刚才讲说我跟你交往目标就是结婚。对，我就是要结婚的，我不要浪费时间。OK， 所以他就见妈妈这样。但是你说他妈妈好像跟你是相敬如宾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反对呢？我觉得是隐藏在里面的，并没有在表面。那是有什么原因呢？观察，感觉是他们要观察，因为我们说
们去见，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有考虑要结婚，然后我婆婆就拿了一个理由，我觉得是她就说啊，那先合八字再说，你知道，因为我还没有信耶稣啊，我就是传统信仰嘛，哎，我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啊，对对对，应该先合八字，能合再说，所以呢，就先把八字给他去合八字啊。那合了怎么样呢？合了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文了，怎么合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八字不合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久，合那么久。可是我们因为我们住台北嘛，我公婆他们不住台北，我们还是继续交往啊，就你看我都会叫他赶快去跟他前女友分手，你就知道我就是目标导向，你就是分手了，我们现在就朝结婚朝结婚的方向去往前走，就没有想多，但是对。但是就是说，他也没有告诉你说你们的八字合不合，但是你们这样交往多久你们结婚啊？交往多久你们结婚？后来半年我们结婚了。哇哦，你这个是闪婚呢？闪婚，对，闪婚呢，半年，你就说交往2个月、3个月，然后叫他女朋友跟他分手，前女友分手了，那就半年就立刻结婚了。对，因为我先生就跟他妈妈说，因为是我说的，我说哎，我们来结婚吧。我们来结婚，他就觉得啊，要结婚了，为什么？我就说我就想结婚了，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我不要再浪费时间。好，我婆婆说怀孕了，怀孕了吗？为什么？他以为你有婚前望子成亲，所以要赶快结婚吗？他以为啊，我他以为我没有怀孕啊。他说那怎么那么急？我就说没有啊，我就是想结婚啊，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是这样子。哇，你看你这是很特别的啊，特别的情况，那个叫闪婚啊。很特别，他为什么也会答应我也不知道。OK， 好，那就这样子结婚之后，结婚之后你有跟婆婆他们住吗？没有，我没有跟公婆住，我在台北，他们在南部。对，但是在结婚之后呢，你跟公婆他们的关系如何呢？其实我跟公婆相处没有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他是大家庭嘛，我也是大家庭，所以呢，我很能融入那个大家庭的氛围，所以基本上呢都不太会，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嘛，所以冲击就是大。所以等于说，相对是你是排行老几呢？我是排行老幺，我们家10个小孩。哇哦，所以是大家庭，你是老幺。那你先生是家里有排行老几呢？我先生是排行中间的，就是5个兄弟姐妹的中间的。等于是中间那一个，所以等于说，你说你家10个，他家5个，一半，加起来有时候是可以接受大家庭，等于说大家的原生家庭这个部分很相似啦。人口众多，是不是？对是。但是呢，在你们结婚之后，因为你说你们2个人还没有信耶稣，大家就彼此结婚了嘛，那什么时间结婚之后，你多久才认识耶稣呢？7年。结婚要7年。对，是。对，那你接触福音，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就说简单想一下你怎么认识，因为你们本人就是没有这个基督教信仰嘛，那你怎么认识主的？都是传统的这个信仰，就是你看嘛，那么短就结婚，你觉得会不打仗吗？家里就是很战场了家里是战场了不是。你看我要结婚，我就想办法就叫他赶快来跟我结婚，你就知道我多么的强势，多么的目标导向。时间到，生小孩就生。就是你有几个孩子呢？我有2个孩子。OK， 好，那请问一下，你信了耶稣之后，对你们的婚姻有什么帮助吗？因为你说一定会吵吵闹闹的嘛。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家庭很幸，我的哥哥里面有一对是我觉得很羡慕的，是很幸福，而且是夫妻相处跟孩子教养的，我都觉得我很希望我可以像他们那样的家庭那么幸福。可是我自己的
就是因为孩子也生出来了，然后工作也很忙，跟先生相处也很大的冲突，然后也更不用讲教小孩啦，是，就都不好的模范在家里，家里氛围很不好，所以其实是很痛苦，就会面临着这个婚姻为什么要存在，就后来我的哥哥就是跟我说，妹妹你婚姻如果要改变要信耶稣啊，就是要改变。其实我是因为相信我哥哥，就说哥哥应该不会骗我吧？我其实是走投无路，因为我其实也拜拜做了很多法我以前很爱算命，都没有效，没有效。我哥哥说，真的你家会改变哦。我说会像你家这样吗？他说会可是你要多祷告去聚会，不可以只有受洗这样。我说好，所以我是信任我的哥哥，我就受洗。给耶稣乖乖读圣经，可是我就真的在这当中很真实，我的婚姻是倒吃甘蔗，到现在27年，就很明显我的婚姻是从一个，我觉得啦，我常常跟人家说，拿到烂牌不要怕，有耶稣就可以把烂牌不怕，对，真的，我真的完全我先生都今年的复活节还刷牙的时候还说。实在要感谢主，我现在还没信主哦。他说实在要感谢主啦，如果没信耶稣我们家怎么可能会过这种生活呢？他也知道哈，对我也看到哈，是，所以他感受到你的改变啊，是不是？是，应该是。刚开始我信耶稣的时候，给他泡茶，礼拜六给他泡茶，然后他在厨房，他就拉我的手说那个茶里面有没有毒药？因为他从来没有被太太这样服侍过，我们这种吓到了。因为他说你平常凶悍的人，凶巴巴的女人，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你知道那教会的姊妹跟一般外面的民间的姊妹不太一样，她们都很温和啊，做菜啊，泡茶温柔啊。那我进去那个环境，我就要学啊，我就学。那我来泡茶好了。我老公就说：“那个茶里面有放毒药啊。”好，所以很好啊，感谢主啊！就是说你结婚后7年，当然是经过一些风风雨雨啦，那进入到上帝的插手啦，在你的婚姻当中呢，先改变了你自己，是不是啊？所以那你自己也经历过，也成长了，是吧？是，对，那是耶稣救了我的家了。耶稣救了你的家。他先救我这个人啊，我这个可恶的大女人，他先救我。你是可恶的大女人，现在要变小女人了。对，现在要做小女人。对。好，那我也知道哈，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已经读完一个神学课程，那也是投入要做婚姻辅导的一个工作啊，因为我们说将来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做真爱家庭事工的辅导。那如果说以你跟过来人吧，当然就说你的双方父母，你妈妈没有反对你嫁给你先生，但是你先生的妈妈呢，就是看八字也不告诉你说八字合不合，可能跟你先生说了也不跟你说但是上帝插手就让你们结婚了。对，那如果以一个过来人来说的话，你对年轻人他们在开始交往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我会很建议在结婚，甚至于是你觉得我觉得要以结婚为考量来交往的时候，真的要先做这个认识自我的这种咨询或者是咨商啦，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不认识自己，那在这样对象的时候，也不见得会找到一个跟自己能够很互补的对象，就只是一时的爱情。那我会觉得先找专业的单位，我知道基督教也相当多这样的单位可以先认识自己，然后呢再认识彼此，花一点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也许你做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适合做朋友，要做配偶可能没那么适合。那我觉得这样也不用浪费时间嘛，像我就不浪费时间啊，我就是对，我不要帮人家太多牺牲啊，对啊 ，OK， 那我觉得这个建议是我很中肯的，很推荐未婚的男女可以先花一点时间来做这个步骤，这样。那有关他们开始交往，什么时候开始交往呢？要让父母知道呢？我觉得如果说他们确定两个人是找到了彼此真的觉得我们确实是想要结婚了，以结婚为
考量的，彼此之间都很透明，都很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藏私，愿意透明敞开说，对我们是要准备要结婚，我就觉得双方都要在同时的条件下，把彼此的父母介绍，就说他们彼此要先去认识嘛，好像我就说我自己的我有孩子嘛，交的女朋友啊什么，那我就那我儿子女朋友他其实就跟我们都很熟了，超过了一年，可是我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我觉得过程中我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就是说好像我们矮人一截一样啊。就好像是说你看过你女朋友，但是你儿子还没有看过女朋友的父母。对啊，而且已经超过1年了，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年轻人你有什么困难呢？不然你要跟这个男生的妈妈说一下你的困难在哪儿。我想他会，那你都不解释，你也不说，你就把这个藏在桌子下面。事实上，我觉得对父母来说，他们现在感受是不是很舒服的？是等于说做一个父母的心情。如果说我的子女开始交男女朋友，不让我知道的话，后面才让我知道的话，你会就觉得说孩子好像不跟你亲了，还是说什么东西都隐瞒着不让你知道了？对，因为父母不见得会拦阻你嘛，他只是希望你总是希望孩子嘛。好，那就是一个给年轻朋友的一些建议，是不是？对，很发自内心的建议。好的，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啊。那我们以后还有其他的课题还要请你上来讲的哈，好吗？好 ，OK， 谢谢你，上帝祝福你。好，拜拜，谢谢。好，我们谢谢这个 Remy 啊，他又是一个形象顾问啊，他帮助很多的演艺人员做一个形象的一个顾问哈。那他经历到他目标就是想要结婚啊，因为在他的年龄的时候呢，他那时候的算是晚婚了，但是当然就是希望赶快结婚啊，所以等于说他跟他那个先生的交往很短。半年就结婚了啊，在这个年代啊，那当然就是说我姐姐也是半年内就结婚的啊，那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啊，那我后面再说啊。那我们今天要讲到说怎么样去回应父母的反对，但是呢，我在这里呢先讲一个正面的年轻人在跟父母交代，或者是跟父母表达你开始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呢，我是希望在直播前的一些朋友们，年轻朋友们给你们一些建议哈。那我从我们家2个女儿来说起吧哈，我就把我这个投影片给你们看一下啊。当然刚刚我们请那个Remy 上来呢，她是讲到说她都有希望她妈妈带着她男朋友给她妈妈看，然后她男朋友也带她去给对方的父母看。等于说他们开始还没有完全进入要开始要谈论要婚嫁的时候，但是有个目标就是这样子啊。那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家两个闺女我们2个女儿，这是我的2女儿，她是先结婚的。那我这个2女婿呢是美国人，我都很欣赏我2个女婿当然在欣赏他们的原因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当我因为我2女婿呢跟我女儿是在香港认识的，在香港的教会认识的。那这个2女婿呢开始想要追我女儿的时候呢，那我女儿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来跟我爸爸妈妈见面，那有他们的祝福呢我才跟你交往。所以我这个2女婿呢，他真的那时候开始要追我女儿的时候，他真的买了一张机票，从香港特别飞到来泰国来，然后刚好我们那时候教会在办一个退休会，他就特别很慎重的来找我们，请求我们同意他跟我女儿交往。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未来的女婿，但他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说我女儿要嫁给他了但是呢他呢先争取我们的同意，他不是说他先交往再来争取我们同意，他是先争取我们的同意，是征求我们的祝福，他才开始跟我女儿交往。所以呢对父母来讲，这个小伙子虽然是美国人，很懂得这个传统的礼节，
啊，那当然他父母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也会教导他说你既然要娶人家的女儿，因为他有姐姐有妹妹，所以他懂得，所以他说我一定要争取你父母的同意，而且他也是基督徒，因为圣经讲说如果是没有父母的祝福的话呢，我不会随便轻举妄动的。那更要讲一下，就是说到后来呢，他们两个要订婚的话呢，我这个女婿呢还出了机票，让我先生呢牧师呢飞到香港去，然后我们两个人见证他们那个求婚的仪式。你看他很慎重吧？对我们做父母来讲，心情是怎么样？是被尊重的哈。所以我很感谢主，那我也希望鼓励用这个正面的一个例子呢，让大家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在交往的时候，跟你父母交代一下，好过背后走到一半，然后可能有点问题的时候再来找父母，那这样子呢，你就无法我们叫婉转了哈。这是我这个二女儿跟二女婿的情况。那我这个大女婿呢也不例外我这个大女婿呢他是瑞士人，然后呢刚好我女儿那时候到瑞士去读她的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然后他们也是在瑞士的教会认识的，他们都在教会服侍。所以呢这个我这大女婿呢也听到说我们要去参加我女儿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也请我们吃一餐饭，然后在吃在餐桌上的时候呢，当然他是先跟我们说了，他说uncle auntie 哈，我们很喜欢你的女儿，我想跟她交往，你们能同意我跟她交往？哇，你看，所以他也是这样子的请求我们的同意，请求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当然说好啊，对不对啊？那当然就是说我先问我女儿她的想法啦，怎么样这些。当然我们就说作为一个父母的立场，我们是同意的，我们是祝福他们的交往，然后他们再结婚的哈。所以我们就说这两个女儿呢，当然就是说因为有这个信仰，而且我们也告诉他们在开始还没有来交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呢就开始为女儿的一个结婚对象呢，我们开始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哈。那当然就从我们家的故事讲给你们听了哈。那讲不多，我们开始讲我今天的课题是怎样子的哈。如果你现在正在交往，你有朋友，有男朋友女朋友，那你不要担心说父母的反对，就像刚刚那个 Mini 讲，对方父母是因为还没有信耶稣，所以要跟他拿八字。那当然这个拿八字呢，当然有些人是有信仰的人就觉得很不舒服。好，但是我们要去理解，他们就不晓得怎么样去了解你嘛，所以他们当然是用这个来测试。但是我们现在呢，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结婚之前呢，我们有婚前的教育、婚前的辅导，这些反而帮助大家可以更多的彼此认识了哈。那如果说你正在交往的时候，你遇到父母反对，你们正在遇到父母反对，或者是你的朋友遇到父母反对的时候，他们的反对的理由你要去看了。有些人呢，父母反对的理由我举例7点。第一个是不满子女的选择对象啊，就刚刚那里讲嘛，他说这个他以为他的儿子是教另外一个女孩子，怎么跑出来这个Mini 了啊？所以呢，当然他没有说不满意，但是对我姐姐来说哈。因为我姐姐呢，我是台湾人呐，那我爸爸呢也是很讲闽南话的哈。那但因为有些人大家知道，在台湾呢，有时候对外省人呢是有点感冒的啊，所以我爸爸一听到我姐姐的男朋友是上海人，这不只是上海人，还是军人，他是空军的哈，所以我爸爸那时候第一个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就跟他我就帮我们姐姐讲，跟我爸爸讲说，你爸爸你不要那么古板了嘛。我上海人，他台湾出生的啦，他不再是，他只是说祖籍是上海啦，他也算是台湾人了嘛。你不要那么反对，而且他又是基督徒哦。虽然我那时候我爸爸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也知道说基督徒的男生呢可以选择的哈。然后当然就是说后来我爸爸就祝福他们了哈，也不是说坚持到底的。但是有些父母呢是反对的理由是迷信，就像刚刚我们 Mini 那个姐妹说的，父母呢会拿八字，或者是会拿你的八字
来做这个的。然后还有甚至呢有禁忌的啊，那个禁忌有时候很多的不同哦啊，譬如说你姓什么的，或者是你家有什么人的，或者是你家里你的父母不在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这些禁忌，还有甚至他对一些的偏见，就像我爸爸这样子，对不同的省级的人有所偏见。哈，所以等于说有时候会反对的哈，但是反对我们等一下会讲说，在反对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跟父母沟通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第三个是反对子女早婚啊，我们以前的年代呢，大概就是说19、20岁结婚还不算是早婚，但是可能现在呢，你说19岁、19、20岁要结婚呢，可能有些父母都觉得是早婚了哈。所以就要看说你们的年龄到什么层面啊，那你们的结婚，我相信就是说现在早婚的层面呢，在城市里头早婚的是比较少了哈。那当然就是在乡村啊、农村啊，他们需要劳动力，可能是需要他的儿女早婚呐，这是有关系的哈。第四个依附关系，依附关系大部分通常都是在男生的上面哈，男生跟他的父母或者是说这个母亲。啊，等于说可能爸爸不在了，只有妈妈，那妈妈就跟这个儿子呢是有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有辅导过，有的男生呢他是跟妈妈相依为命的，那等到相依为命的时候，他找到女朋友了，那时候呢他妈妈就有点会有失落感，就觉得说，那如果你娶了她的话，你就不要我了啊，就是会有这种依附关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的问题哈，可能有这些方面的反对。然后也是有个呢，亲子互动不良啊，我认识一对，他跟他的父母关系不太好，而且呢，他甚至都说我不要你的财产，我要自己怎么样，就是说在还没有跟交男女朋友过程当中，这个人呢都已经跟他父母有一点很不合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他在找对象的时候，或者是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可能呢父母更加的反对。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哈。那当然呢，还有第六个是父母要做主。有些人父母说你找什么找，我帮你找就好了啊。我之前听说呢，在国内哈，有些父母呢，等到他孩子25岁呢，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请一对上来啊，不过我会说他们的一些的故事。有些年轻人呢，他说他一到25岁呢，他们父母就要回去结婚。然后结婚的时候，他说你不用担心，你没有对象，我帮你找对象。那之前不是有听到一个新闻吗？有些的父母呢，拿着他的儿子的相片或者女儿的相片到那个一些人多的地方啦，比如说有些的老人家或者是爸爸妈妈们呐，就在那个晨运的地方做早操的地方，就跟人家讲，哎，你家里闺女出嫁了没有啊？啊，我的儿子啊，你要不要啊？哎呀，你的儿子有没有对象了？没有的话，我跟你做媳妇了。就是说父母要帮他做主了哈。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有对象的时候，父母可能看不上眼哈。这个在说父母他要自己说，他觉得说他要一个媳妇或者是个女婿，他有所要求的哈。那当然第七个我们讲说为反对而反对啊，这个就是说父母反对的原因啊。那我不晓得在直播前的人，你们有没有受到说父母的反对呢？如果你现在有受到父母的反对的话，那你要看看说你怎么样去调试了哈。那我们来看看呢，第二个，当父母反对的时候，子女的反应是如何？第一个，这是收集很多人的不同的反应啊。子女就是说要交往的，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的，你告诉你父母的时候，然后父母反对，那有些人就有不同的层面了。第一个，不理父母的反应，你反对，那是你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就是不理父母的反应，所以你们继续交往。反正你不同意的话没关系，我们自己去注册结婚啊，就等于说会有这样不适当的反应啊。第二个，反过来了，父母反对的话，子女可能其中一方就跟对方讲说，对不起，我们父母反对我跟你交往，我们分手吧。所以这个人呢就顺从父母的意思了。好，这个就是一个不适当的反应哦。我这边讲的是不适当的反应。第二个呢，第三个是消极的顺从啊，就是说，好吧，既然你这样说吧，那我就
不管了，我也不嫁，我也不娶，也有的不嫁不娶。你反对我跟我这个对象嘛，那我就不嫁嘛，我就不嫁给你看嘛，我就不娶，你看怎么办？他就被人说消息的表面上是顺从，但是内在呢是反对父母，也不再有任何的机会给自己机会说试试看跟父母的沟通嘛哈。第4个是长期的积怨跟对立，长期的积怨可能就是说他跟父母的关系不和，从小就父母的关系，或者是在一些的跟父母对金钱上的问题，或者是兄弟姐妹排行上面当中父母的偏爱谁，然后以至于他对父母内心的那种的生气，那种的积怨就存在他里头。所以如果当他有男女朋友的时候，父母会反对的时候，他就跟他父母杠上来了，我的婚礼我的婚姻不用你管，那就跟父母对立上来了哈。我们说这是不适当的反应，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有适当的反应呢？我们来看啊，事实上呢，我们要从那个角度来讲，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哈，那我们当时也不只是年轻人有些中年人才开始谈恋爱也有了哈。那当然就是说，事实上有些父母呢，他都是大部分的父母，我说是大部分的父母啊，大部分的父母呢，都出于那种的关爱，出于那种的担心，出于那种的，因为可能父母他们自己经历过一些的婚姻，可能他有些的婚姻的失败的地方，就可能他对婚姻的看法有所不同，所以他会咨询的重点呢有所不同。我们来看看，我把它分成5个点。第一个，了解子女的恋情，多问一下说，你们怎么开始交往的呀？那如果说我觉得在这里呢，如果说父母在问你说你怎么开始跟他交往呢？谁介绍的啦？你们怎么样谈呢？你不要嫌父母啰嗦，他们只是想要关心一下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也让父母知道说你们的谈到什么的程度啦哈。第二个，如果说父母反对你们的话，你要分辨一下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有些时候呢，父母反对的理由呢，我们要听听看他给你提醒什么那你要了解。可能他会觉得说，如果打个比方，你交到一个年龄比你大10来岁20来岁的，甚至你要找一个像你爸爸的年纪的，你说父母会反对吗？会的，是不是我认识一对夫妇，我认识一对朋友是在然后呢真的他的女儿，我那个朋友女儿找到一个一个对象男朋友，他的年龄跟他爸爸同年了，所以他父母刚开始很反对，就说你怎么找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他就以为说，难道你觉得爸爸的那个给你的关爱不够吗？你要找一个像爸爸的一样吗？那当然就是说他要跟他讲，他说不是，他就跟然后他跟爸爸有很好的沟通，也跟他妈妈有很好的沟通。后来呢，他们的父母终于答应他们结婚了。那他们也处得很好。所以我们要去分辨一下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什么。第3个，评估父母咨询的重点就在评估亲子的关系了。如果亲子关系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带出一个不是很正面的一个的支持或是反对。如果说我那个朋友，他的女儿如果跟他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好的话，可能他完全就反对到底了。你怎么可以嫁给一个跟爸爸年纪一样大的男生呢？等于说那个关系，亲子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说鼓励弟兄姐妹，还不要说等到你交男女朋友，如果你跟父母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好好处理，好好跟父母建立和好的关系。那将来你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父母的祝福。第4个，父母咨询的重点是等于说寻求协助人力跟灵力的知识。譬如说，事实上呢，两个男女呢交往结婚，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了，是个两家族的事情了
所以呢，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啊，你需要哪些人帮忙？你需要父母的帮忙，你需要有些时候呢，就像我们上次那个我的学生啊，那玛利亚，他爸爸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怎么交往的啊，跟我这个年代没有关系的。这样子吧，你就去找师母啦，看看师母来评估一下，你的男朋友你可以嫁给他嘛？就等于说把那个责任就请我帮他做了，所以我就帮助他爸爸妈妈来观察他的男朋友，然后呢观察，然后跟他谈。谈完之后，他爸爸就问他，那老师的意见是什么？所以他爸爸说，只要老师说 OK， 我就 OK 了。所以等于说，有些时候父母呢，他不会直接说不，但是他可能委托跟你关系有很好的良好关系的长辈啊，来支持你哈，就是这个意思，懂意思吧？好，第五个，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呢，他们会圣经的原则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说不要因为儿女找的对象不合你心意，你就要跟他吵，乃是说，如果儿女找的对象不满你意的话，你要去从一个角度再去观察一下他哈。所以，但是做儿女的呢，你也要必须想尽你的用尽你的力气来跟父母解释为什么会接受这个人做你男朋友，这个人是做你的女朋友。当然，父母会问你，你欣赏他什么？你爱他什么？好，等于说这个就是互相的关系要做得很好啊。那圣经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当然就是说父母呢，他不要去让儿女很失望，不要让儿女觉得父母一直在反对他。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哈，是等于说要去从这个层面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父母的反对的原因在哪里啊。好，那子女咨询的重点啊，事实上呢，子女呢来问父母的时候呢，那子女的态度要怎么样呢？第一个，感谢父母的关心哦，谢谢爸爸妈妈你们关心我交男女朋友哈，那我要让你知道一下那我为什么会选择他还有他的家庭是怎么样他的兄弟姐妹怎么样那就是说一种子女本身要回馈，让父母知道说你还是很欣赏他们的关心。好，不要说哎呀那么啰嗦，问那么多干嘛？最怕就是年轻人在交往男女朋友的时候，父母再问一下听说你有男朋友了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有些年轻人一听到父母说哎呀听说你有男朋友了，那他孩子一定会讲说谁告诉你的？那当然说有人在街上看到你跟谁拉手这些就变得是跟父母的关系就很僵了哈。所以但是你还是说谢谢父母的关心，你想知道什么你直接来问我吧，不要去问别人这个就是说你要跟父母有很好的沟通第二个叫分辨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什么。父母他有什么理由，你要去问他，你反对什么哪里你看到什么我没看到的那你觉得你要提醒我什么要问清楚了那当然就是说我女儿虽然是说我的两个女婿都来问我们说他们要征得我们的同意那来跟我的女儿交往。那你说我们没有反对吗？我们是没有反对，但是我们有提醒那当然就是说我提醒我说感谢主还好你爸爸妈妈可以讲英文不然的话我怎么跟我的女婿对话？那还更感谢主我这个二女婿会讲中文，所以我就不用那么吃力了那我大女婿可以讲中文讲英文，他是讲法文的，我说我不会法文，我英文可以跟你沟通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父母看到说你交往子女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你要了解父母反对的理由，多明白他们的心态，多明白他们的心情。特别是如果说母亲怀你怀胎10个月，他有一些的意见你听不进去的话，他会很伤心的所以等于说我们的态度，特别是年轻在交往的时候，多打开你耳朵多听听那要分辨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就像说我姐姐那我姐夫要追我姐姐的时候，我爸爸第一个听到说他是外省人
立马反对，又听他是上海人更反对，又听到他是军人更反对。那我妈妈是没意见的啊。所以呢，那时候我姐姐啊跟我们就跟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啊？那他是上海人没有错，他是外省籍的没有错，但是他也会讲闽南话呀，他又不是说不能跟你沟通啊。那这样来讲去的时候，我爸爸就不再反对了哈。所以等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让父母了解，你也去了解父母反对的理由啦。那当然第三个是极力的沟通啦，推荐一下，可能是说在这个反对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外力，我们刚才讲的外力嘛，譬如说你的姑姑、你的阿姨、你的叔叔还有你的其他的朋友们、长辈们可以在当中做一些沟通、了解可能就说一下子你就跟你父母杠上来了，那这样子反而破坏那个关系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找一些的中间人帮助你做调和一下就像第4节嘛，讲到寻求协助寻求协助就像刚刚说的，我那个学生的爸爸，他有他的一些的理由的。有些人呢，有些的父母呢，会看到说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经济不够的话是理由那当然就还要看到他们的家庭背景也是一个理由所以等于说要寻求协助。那当然就是说我的学生来找我，因为他有的需要，所以他寻求我协助，那我当然就要跟他父母沟通，我先了解他们双方的交往，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父母的重点在哪里，是金钱呢，还是跟他从哪一个省份来的呢？是不是有种关系呢？还是说因为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我们曾经我的女儿他们有个朋友呢，他也是华人但是呢他突然说他要嫁给一个黑人。他的父母说你好，别人不嫁为什么要寻找一个黑人？所以当下那个是很震惊对父母来讲，你好好嫁一个亚洲人、华人也好，没有华人、亚洲人同个皮肤也好，为什么要嫁给黑人？那他就反问他，那白人就可以了吗？他爸爸妈妈说，我不是说讨厌他黑，你白人我也会接受不了，因为语言不通嘛。所以等于说他有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就要找外力来协助了所以我们就说，当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不论你的对象是哪国人，不论你的对象是跟你同信仰或是不同信仰这一些我们都要去听一听父母的意见。甚至如果说你是基督徒，甚至有时候我们要听从父母。听从父母不是说一味的听从，乃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说父母呢他反对的理由是你可以接受的那可能你就要接受他了譬如说有一个女孩子来问我，她说老师我有个对象。我说你的对象是什么？哪里来的？背景是怎么样？她说我的对象呢是一个已经离婚的，还带一个孩子的。我父母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当你父母反对，他的理由是什么？那就要听听看那很多的父母就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背景嘛，是不是？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人是离婚的，有些人没有离婚的，没有离婚有没有离婚的一个处理方式那等于是说父母在这个层面上的时候要多听一下父母的意见是什么，那不要太快就跟父母翻脸了，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来看看原则什么呢？我们是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了第一个，作为父母的你，如果你在看这个节目，如果你在看这个直播，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有孩子要嫁娶的话，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为父，以儿女为主。第一个，我们不批评孩子的配偶，就是男女朋友。因为如果你批评的话，给孩子是一个很难做的。第二个，我们不批评对方的家庭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他不同的一个原因而成的，所以我们都要这个父母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批评到你儿女的男女朋友的时候呢，会带给孩子很难过的，甚至带给孩子很伤心的。怎么父母会这样看我的男女朋友呢？怎么会看到他的家庭你都不知道？那可能孩子就会因为这样子就跟你翻脸了哈。好，第二个，父母呢，你不要坚持说你反对他们交往，你先了解，有商有量，好好的跟他坐下来谈，把一个利跟弊，然后分析一下给孩子看，然后跟着为这个孩子来祷告，然后看看神怎么样来做一个调试哈。那父母呢，尽量保持弹性保持弹性，甚至呢可以提供你把你的意见提供完了之后就完了，不要唠唠叨叨，你越唠叨，你会把你孩子推出去的。好，所以等于说，作为一个父母呢，你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孩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有不同的见解，我们的眼光可能就看到这地方，那可能父母的眼光可以看大一点，但是呢，我们可以听，但是父母也不要因为说我吃过的盐比你还要多，我吃过的米饭比你还多，你要听我的，那这样子呢就不太好了啊。所以等于说，父母也是要有开放的心让孩子说你是支持。你是关心他的，你是爱他的，你是关心他将来你是要祝福他的，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然后让孩子觉得说你是出发点是关心，但是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跟孩子沟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好，那我们说呢，原则儿女为主，父母会多少？第三个原则是什么？不强求完美，不强求完美你不能说你跟你的配偶生下的孩子，你们两个结婚很恩爱，你们结婚的那时候是东挑西挑才成为今天你们夫妇那么好，你就觉得说有些时候呢，有些父母会希望说儿女呢像你们一样，但是你要了解在这个环境当中，儿女选择的对象跟我们的年代是不同的，他们的选择对他有他们的考量，所以不要用你的完美的要求到你的孩子。每个人就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说，为什么要去多了解这个层面，怎么样去看那个原生家庭怎么样去看出大家的那个需要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去看看说父母你的心境是如何。虽然我们是讲说孩子如何回应父母的反对，但是我在这里是特别加一样，作为父母的不要一味的反对，乃是你要看重你跟孩子的关系，不要因为儿女交男女朋友破坏你们亲子关系，是不值得的，不值得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落入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修复你们亲子关系呢？那当然孩子他们害怕，因为你已经拒绝他了，所以对于孩子被拒绝的时候，他更加不敢再来问你的。那有些时候我们父母呢，可能要谦卑下来再跟孩子说爸爸妈妈反对，或者是爸爸妈妈的态度，或者爸爸妈妈的坚持没有关心到你们的需要的时候，请我们来和好吧，我们都是亲子嘛，作为父母的我们都是关心你。等于说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重点在哪里？我们重点是说家庭和谐，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部分的家庭和谐的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孩子交男女朋友就破坏你们亲子的关系，是不值得的。有些时候当他们将来结婚的时候，你们看到有孙的话，你又想去看你的孙，但是你们关系没有修复的时候，你们就无法跟你的孩子一个美满的一个天伦之乐，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说鼓励大家，不论是作为父母的，不论是作为父母的，或者是说作为一个孩子的，你正在交往的话那你怎么样去跟父母表达你有对象的时候，那你怎么样跟他寻求他们的意见当然是说就像我们刚刚那个mini 呢，他在讲他也建议嘛，他刚建议什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呢
还没有开始进入男女朋友的时候，还在做朋友的时候，那有那种感觉嘛，有那种感情在的时候，准备要进入的时候，就是把他们带到父母面前，就会跟父母说一下啊，我现在有这个男朋友是怎么样的，我这个女朋友是怎么样的啊，那他们家的背景怎么样的，然后就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然后让父母甚至带他去你家看咯。那当然就是说在海外的人呢，如果说在海外求学的年轻朋友们，如果你认识的男孩子或者认识的女孩子，你不能立刻把他带回家给父母看。那现在像我们现在直播嘛，视频嘛，抖音嘛，都可以给他照一下说啊，爸爸，这是我的女朋友啊，爸爸妈妈，这是我女朋友啊，这是我男朋友，然后让他们有一个见面的机会，懂吗？这是很重要的啊，至少他们关心你现在在海外求学的时候，或者是在外地工作的时候，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呀。那我辅导一对呢，就是说他们刚好自己在交往，但是他们一直不敢跟父母讲，直到他父母在他们家乡帮他找到对象的时候，那时候他才跟他父母讲说我已经有对象了。你知道吗？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父母啪拍桌子，你们开始交往怎么不告诉我？你目中没有父母吗？我们不要走到这种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好好的交男女朋友呢，别忘了你还有父母啊。如果说你的对象不会把你带到他父母面前见他父母的时候，你要问看看原因是什么，什么原因？不要等到说你们已经开始牵手了，已经很亲密那种感觉的时候，才来问对方说你父母接纳我吗？那时候在问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说希望大家我们讲到这里呢，就问大家还有没有人的留言呢？那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呢是可以明白什么可以回应什么但我还要把这个讲完有关呢婚事，因为他们譬如说交男女朋友可能已经到了结婚了，那我这边给一些的做父母的还有话要说的。如果说他们要准备要结婚的时候，你想对儿女说什么话？在直播台前的，你已经有些孩子是适婚年龄的，我给一些父母的建议了我相信在我们的直播前呢，有些不少是父母来看这个节目的好，第一个给择偶需要判断力，你告诉你孩子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呢，当然年轻人看也可以的择偶要有判断力。根据专家研究呢，多数人在热恋当中呢，理智常会丧失2到8成，懂吗？那种的爱情那个激情那种会把你这个理智的拿掉，已经盲目了落在爱情的盲目里头了。所以等于说要鼓励他们，甚至你要为他们祷告。第二个，择偶需要忍耐力，婚前的贞洁的等待艺术绝对值得学习的。因为根据研究呢，有婚前性行为的人，婚后外遇的几率比没有的高出5倍。所以为什么我上礼拜讲的婚前性行不要预防，就是说要预防婚前性行为的原因，不要落到后面婚后外遇的情况会有很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那我很欣赏我的女婿，还要再卖他们的一个卖瓜的卖瓜自夸我的女婿跟我女儿交往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互相找他的祷告同伴他就说我今天要去跟谁谁谁去约会，你为我祷告，保守我们不要出任何的一个界限。他们就要彼此祷告然后后来呢，他的朋友也要出去跟朋友约会的时候，也打电话给他说，我今晚上有约会你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发生意外差错所以他们彼此祝福，彼此守望祷告，然后保守大家要有忍耐力。所以有时候跟孩子要说的明白现在可以说的就尽量说之前说事后再说就来不及了。第三个，择偶呢
需要有记忆力啊。记忆力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呢统计，第二次结婚再离婚的可能性高达 75%。所以等于说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率呢约有 50%。所以提醒你的儿女要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得教训，也要从别人的错误当中得提醒。我刚刚讲到说最前面的讲到说，现在呢离婚率高达40%了。那很多人呢都有这个离婚，你周边的朋友可能都有些人是离婚的，但是离婚呢他有孩子的时候，那你已经是一个离婚的，你是一个单亲家庭的，你是单亲爸爸或是单亲妈妈，那你把你的经验告诉你的儿女也是很重要的。好，我这是在对一些的单亲父母来讲，告诉他们你们的错在哪，你们的错误在哪里，你们怎么样会落到一个离婚的状态。那给一个学习，给他们一个学习的空间是很重要的像我自己，我父母他们是离异的，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从小到大当然了，我也上次有讲到，我不只是我父母离异，我爸爸的兄弟姐妹都离异，我妈妈的兄弟姐妹有一半都离异，所以在我们双方的一个家族当中，我爸爸的家族，我妈妈的家族，我们都看到太多离婚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从他们离婚呢，我的耳朵会听一些，我就问他们我问爸爸，为什么他们离婚？这个为什么要离婚？我会问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这个原因，这是那个原因。所以等于说从这个原因当中呢，当然刚开始会让我害怕结婚嘛，就恐婚症嘛。但是后来上帝医治我了，就不再恐婚了。所以呢，不再恐婚的时候，我就明白说，好，我们要进入婚姻的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去预防自己不要重蹈覆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所以等于说择偶呢需要提醒他们，当然你有对象譬如说我要辅导一对，他们要再结婚，那一个是离婚的，一个是丧偶的，那在这种关系当中呢，他们要怎么样结婚，那就要去看了。那甚至因为这个离婚率太高的话，你可能就是找的对象可能就是他也可能有在结婚过，那在结婚过的时候，那个需要的了解更多那当然就是在我们作为父母的，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你儿女会找了一个没有结过有结过婚的，但是离婚的或者是丧偶的，那你要怎么样跟他们说呢？所以这等于说，那如果你要看这个资料的话，我下面有个连接你们可以给它看一下可以把它打上去。那当然就是国际真爱呢，它的每2个月都有个真爱的杂志，它有不同的主题，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今天讲1个多小时呢是不足够的但是呢就会希望大家呢可以一个参考，那慢慢的鼓励大家去看，然后给自己一个提醒因为现在资源是蛮多的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把这些抛出去，也希望祝福大家有美满的婚姻，有幸福的家庭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就暂时再停在这里那我们就請那个跟主持人说我们的时间给大家有回应的时间好OK， 哇，今天的课真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有2个孩子对，因为本来以为这个2代跟我没关系，然后发现关系很大，关系很大你之前是关心你自己要嫁给谁嘛？对，现在不是你还有下一代的了。对，我就觉得说哇，这给父母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面对小孩子，有时候人家就会说你小心你以后有2个媳妇婆媳关系对，然后我就想说对呀，这个很伤脑筋想说还是不要住一起免得那个互相伤害什么，没有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很多周围的朋友，他们可能就很怕跟婆婆住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就像那个师母说的，我有一个很非常好商量、有弹性，然后很愿意提供意见的父母就是婆婆。那他们就是说就是面对孩子的婚姻的选择对象的时候，很感谢主，没有什么反对但是他们真的是有给很多很好意见。那我觉得说我今天也第一次听到师母说的那个女婿，哇，真的太羡慕了。我想
以后要把孩子教成这样的儿子哈，别人的女婿。这个，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告诉你2个儿子啊，下次他们有女朋友的时候要这么做哦。真的还找同伴祷告，哎，我第一次听到，哎，是吗？因为他们是要守约嘛，然后彼此守望啊，因为圣经有讲嘛，看守你的弟兄嘛，是啊，真的，那个试探诱惑很大，对，真的很重要哈。就是说，纵使我们是基督徒，然后不要以为自己很圣洁或是很厉害，一定要找朋友一起守望，这样非常重要。对，是很重要的。对啊，我们是我们刚才也一直呼吁大家有没有那个这样的经验啊，跟我们留言啊。目前没有看到留言哦，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客气哈，很害羞。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介绍一下那个，介绍一下刚才说的这个父母说到的这个真爱一线牵，这个是他是服务的对象呢是未婚或是失婚或者是丧偶的人都可以哦。那你扫这个条码呢，你就可以去加入会员，然后他会分析你的很多状况，对吗？然后给你对会有辅导哈。我刚才听师母这样讲，就觉得其实真的找到一个帮助你的人也很重要哈，不管他是谁哈。那当然有专业的辅导是更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从很多的资料分析，然后很专业的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哈。OK，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广告吗？对，这下礼拜下礼拜。对，因为对我报告一下啊，我报告一下，这个下礼拜是特别的情况。是，对。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要到清迈去，所以呢，泰国的北部，对，泰国的北部去直播哈。那在那里，师母有进行亲子讲座，对吗？包括这是家庭营有亲子啦，有想到这个爱情语言、爱的语言啦，还有讲到爱情银行啦，还有讲原生家庭很多的课题哇，非常的精彩哦，4个课，所以是在下周6，我们有整天的时间哈，有非常多的时段哈，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观赏。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哈，就是有什么样子的你想知道的问题啦，或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继续在周间留言，对吗？对的哦，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啊，那有咨询的都可以的啊，是吧？好，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不同，然后当然。这些还可以留言，有些人不好意思留言，就私底下可以发 Messenger 也是可以的嘛。啊，有些人还不懂得怎么去联系的话，就可以这样子联系我们嘛。啊，是的。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是找不到朋友，可以这么说吗？找不到朋友可以帮你哦，然后呢，你又非常的需要。在交往的过程当中需要帮助的呢，你也可以扫这个条码，然后或者是你在 Google 的 Map 上面搜寻曼谷真理堂哈，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资深辅导员艾梅师母的辅导室哈，这是真爱的辅导室哦，他很愿意来帮助你哈，那这个是完全免费，对，就是说，很愿意公益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可以先电话联系，或者是email 啊，就是email 联系，或者是Messenger 联系，因为我们目前都是给大家是以Messenger 嘛 ，Facebook 跟 Messenger 的关系啊，也可以联络真理堂的都可以，或者是到真爱的那个脸书上面我们也有，我们跟真理堂是有连接的。是，那或者是你现在在 YouTube 前面的观众呢，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留言哦，那我们会跟你联系，你可以留下你的 email 或是怎么样哈，那我们都很愿意来帮助你哦。好 ，OK， 好的，好，谢谢大家。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哈，继续。对，下一次如果真爱的系列讲座，我们就要下周了哈。那下一周呢，就欢迎也跟我们在线上，周六的时候，星期六哈，早上9点，对，9点到12点，9点到12点，对，还有1点到3点，下午1点到3点。哦，这是泰国时间哦，早上泰国时间啊。对，非常欢迎大家来坐第一排。刚才大家为了第一排在那里争奖，有奖，很好玩。哎，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参与啊，是很好的啊，好吧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OK， 好，晚安，上帝赐福你们平安。晚安，再见。